苗栗有一个太太，连续2天手机拢收到超商的简讯，通知伊去退货。当下伊就感觉怪怪，因为包括伊家己、甲厝内底的人，拢无人伫咧网络顶来买物件。一个好奇心，伊就到超商要去领货，结果讲要付1360块。伊的第6感，这就是诈骗。再加上店员甲讲，这个包裹面顶有印3个英文字母，甲马克这2个中文字，可能就是诈骗。所以这个太太就唔敢收包裹咯，嘛就这个机会提醒大家唔通丢掉。那我确认一下名字。对，但是我没有订东西耶。苗栗这个负责人收到通知去超商领货，店员提出这个小包裹，讲要收1360块，伊心内有怀疑，认讲这是诈骗的包裹。但是我昨天也来领，也是这个包裹，一模一样的，而且价钱一样是1360。那可能是诈骗。对，那所以我不要领，可以吗？这个负责人提出手机啊，讲伊之前一天嘛收到这个通知去超商要领包裹，甲眼前这个包裹拢总共款，就店员甲讲。这个包裹面顶3英文字母加马克2字，可能是诈骗，所以讲伊唔敢领，并且将伊资料铺上地方面切社团提醒乡亲。想不到真侪人讲拢有拄到，有人领到这个包裹发现被骗，就来去报警。寄件人的资讯，他只是注记这个代卖、非卖家、物流商等字眼的话，就要检视一下你近期呢有没有购买物品或网购，绝对不要轻易或付款啊，这个就可能是诈骗。警方提醒讲，领货进前一定要确认包裹的资料，若是付钱领到是诈骗的包裹，连锁超商大部分拢会采伫期限内上超商网站申诉，超商会协助退款的处理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